大家搁一遍三个阿头祈祷。听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万百姓的中间受拣选，真侪你受阮的囝儿，互阮有份伫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行列。阮恳求你的圣神帮助阮，互阮勇敢壮胆，无提示来行你所交代阮所应该行的道路。伫你的面前，阮搁一遍将早起这个讲段分别做成。愿主你亲自用你的话来教示阮，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倒来到咱中间，甲大家三甲来敬拜上帝。真多谢咱的教会，我伫2005年到台北的时，就是咱的教会，甲咱三甲有份伫这个所在的生活甲服侍。到伫8档后了后，因为工课的缘故，所以大概大部分拢伫外口在走动。咱有机会今仔日倒来到咱中间，来甲三甲分享上帝的话，也报告伫这个所在，我所做，即摆目前迄个机构所做的事工。咱伫最近伫昨日，咱知讲伫缅甸有一个严重的地震，咱若看迄个电视，咱就真正清楚知影。所以我随时敲电话到伫泰国甲缅甸，这个国际要求对策的单位，在问遐的情形。所以好佳在清迈虽然离开迄个震央较近，总是反转颠倒比迄个泰国的曼谷无较严重。所以伫曼谷的所在有一间大楼，虽然起甲真正水，拢总有30层。总是伫无拍算的中间，随时亲像921的911的迄款双子星大厦全咧稳落去，全咧无去。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伫迄中间，啦，干那迄300几个人，毋知走几个人出来，遐工人搁呢有真侪遮的厝拢倒坏。咱就通去想象，到伫921，咱直接咱中部的大地震。迄个款式，伫迄个地震中间，我到伫埔里迄个灾区的所在，负责埔里的灾区。所以伫迄个到伫虽然是已经经过1礼拜外，还是规个空气还是拢是土粉，搁毋难呢。你所到的所在拢会闻到真正无好的味。所以伫迄中间，迄个经过到伫几冬后了，我倒转去的时，感觉讲好佳在。有真正侪台湾，咱台湾人真正侪疼心，真正侪积极的伫迄个救灾中间，真侪物资源源不断到伫迄个内面。伫去年的4月初3，咱台湾嘛一个花莲的地震，我到伫迄个灾区去看灾，看会当做甚物的时，遐个救灾中心的人甲我讲，牧师，阮欠水塔，所以我就是半路。对台北就爱经过高雄，因为迄个苏花公路袂行着，所以你高雄再我去你到花莲，所以你半路我用解决一项要紧的代志，就是联络迄个水塔的工厂，用特别的介绍，要出2台车到伫花莲，所以到花莲的时，因甲我讲牧师啊，迄个水桶已经有人关了那要创啥物？所以我甲因讲有需欠什么无？伊讲物资拢无欠，总是大家拢惊到要死去。所以去年我将所有遮个对花莲来参加一个悲伤辅导的训练，真感谢迄个咱的办公室将咱的悲伤辅导的训练原来放伫咱的周报的第9页所以迄中间我甲开放，互花莲区所有的人，既然欢喜来参加。悲伤辅导甲灵性关怀的这个专业训练的人，拢完全免费。虽然是爱负担真重的迄个费用，总是我感觉讲，自遐个对募款来的钱，通帮助遐个牧师、帮助遐个社工、帮助遐个教会工作者，比物资更较要紧。所以伫迄中间有22个人来参加这个训练。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讲。伫灾难发生的时，什么人要诚做遐个受灾难的人的厝边，这是一个真正要紧的代志。
台湾人伫这中间所表现的疼心，实在是互咱家己感觉，毋是骄傲，总是互咱感觉讲，咱有迄个勇气，有迄个决心，通帮助伫这送向艰苦的人。所以今日我嘛要甲大家三甲来分享，这个圣经内面的教示，嘛顺续介绍这个机构。妖歌对策，我相信真侪人在听到妖歌吼，会随想到什么物件？你敢知？饥饿，你们就想到什么？在台湾有什么特别的记号，互咱知影？饥饿30。我常常咧问我介绍饥饿对策是阮知影饥饿30，总是饥饿30是迄个展望会的一个疼心的活动。伫迄个中间，要求对策毋是干那伫迄个做迄个物质、迄个食物，也是迄个钱银买面包帮助遐个囡仔的工作啦对啊。所以我讲这是一个要求对策的协会用耶稣基督的疼，用真侪无共款的方法，去满足也是讲缓解迄个身躯肉体已经心神灵性的要求。所以毋是干那只有 physical hunger。所以这是咱伫要求对策一个真正要紧的现象。但是这内面讲要求的时，要求是一个现象。总是看到要求的时，你要安怎去处理？咱若腹肚枵的时，咱会去找啥？找食。总是伫这中间，你看见别人腹肚枵的时，你要安怎样？要安怎去帮助因？所以这是伫要求对策的中间一个真正要紧的想法。咱伫台湾虽然是用农业立国，所以总是咱会记得一项，可能真侪拢毋知影，因为咱的物资到目前为止拢毋捌欠缺过。咱是相对富裕一个国家，总是我要甲咱讲一项，咱台湾的农业生产的粮食只有会当无到30%。我写这个时阵讲30%，迄是拄到29点几啦，所以45日了。全用概数讲30%，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中共若甲台湾封锁起来了后，咱的食米，家己的食米，外口的应援也无啊，咱家己人食偌久？3个月到4个月，3个月到4个月。所以哪呢？伫世界有真正一个所在，迄个要求人口不断在增加，伫非洲，因为我伫这几天的中间去非洲几啊摆，去西非，可能咱真侪人拢毋知影迄个国家是什么所在，是加纳、狮子山、甘比亚、赖比瑞亚、奈及利亚，也是迄个乌干达，卢安达，伫今年5月，我会去到桑比亚，然后去马拉维，甲然后对南非倒转来。所以迄中间，我伫迄个非洲所看到的，是真正是送向散车的所在。因为非洲的土地甲咱无共款，非洲的土地是红银土啊，所以人种的物件不止有限。所以伫迄个中间，迄个伫非洲16个囡仔中，16个囡仔1分钟有16个囡仔死去，其中有12个囡仔2岁以下死去。所以表示什么？老母无能通互囡仔食。佫就是有啉嘛无够的营养，所以个囡仔会身躯麻啦乱弱，所以破病死去。16个囡仔中间12个是2岁以下死去，所以这嘛是咱咧处理要求的是一个真要紧的工作。咱讲伫这中间，迄个咱所做的事工的顶面，就是我若针对这个来参加的思考。咱伫论到要求对策，一个真要紧的经节。我常常用这段经节，甲大家参加勉励。真侪人拢咧想，这段经节我熟悉到会当用背啊，对无？所以有真侪牧师咧讲道的时，拢常常用好的撒玛利亚人做题目，来咧勉励兄弟姊妹讲，咱就爱真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来帮助迄个互拍到半烧死的。总是其实伫这段圣经的这段经节内底，迄个主角。敢是迄个撒玛利亚人？恁咧想主角是啥物人？
伫这中间，真侪人忽略一个真正要紧的前言。伫撒玛利亚发生的进程，有一个前言，就是个假律法的先生来问耶稣讲我要安怎样让得到永远活，敢毋是？所以伫这中间，这个假律法的先生就是摩西律法、摩西五经的中间，这是假律法的先生，伊就爱教百姓明白了解。所以耶稣问伊讲：啊，你所读迄本圣经哦，你所读迄本圣经安怎写？啊，你安怎了解？安怎写是一件事，安怎了解另外一件事。所以这个教律法的先生，你知教律法的先生，什么人才能教律法？你敢知？伫圣经内底，因为上帝在将12个支派在分派财产的时候，有一个支派无分到财产，倒一个支派？利未人啦，总是利未人，伊的生活对来，就是对12其他，因为对约瑟嗰2个支派嘛吼，分做2个支派，所以12个支派中间吼，爱负责这个第13个支派利未支派，因的生活的费用，所以拢1/10来供给利未人。总是利未人有一个真要紧的责任，就是安那，爱将上帝话、将律法。教示以色列百姓听，教示以色列百姓遵守。所以伫圣经的中间，咱这个教律法先生敢唔知律法的记载？这是律法中间的记载，伫出来记中间的记载。所以这个教律法先生哦，伊果伊带一阵徒弟吼，要去甲试探耶稣，所以差嘛，伊问一个问题，耶稣无互伊应答，反正问这个问题，伊若无甲。耶稣因伊所知影的吼，安尼遐个学生会讲，伊对伊来讲，这粒比太含这个伊都唔知影，再问耶稣安尼吼，所以伊固不是将因耶稣讲啥，你着尽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听主你的上帝，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耶稣会有200分啊！伊讲你应了真对。你背了真对，你圣经读甲真熟，总是你读了安怎样？耶稣第一句是：你读了安怎样？所以这个教律法先生足唔甘愿，所以就问耶稣讲：什么人是我的厝边？然后才有这个耶稣的譬喻，这个故事。这个互拍到半小时的人，伊的确是对耶路撒冷，伊对耶路撒冷就耶利哥。我去耶路撒冷的时特别注意一项，因为我对地理真趣味，所以我对迄个北边来加利利的北边落来的时吼，拄啊一个车路看到耶路撒冷14公里，去到耶利哥大概2-3公里，就已经要到耶利哥门口啊。所以这条路探过迄个要去耶路撒冷的路14公里吼，总是伊的迄个直接的距离偌久？5公里，对耶路撒冷甲耶利哥，那用空中的距离啊，只有5公里啦，对啊。总是你敢知？伫迄个5公里的中间，对耶路撒冷是迄个海拔是700几公尺，耶利哥是海拔下200几公尺，加利利海啊。所以迄中间拢总落差差不多将近1000公尺，伫迄个底的距离，所以迄个非常弯弯翘翘，佫唔难呢。伫迄个地形的中间有真正侪的峡谷，真正山洞，所以伫当时代是遐革命分子也是匪徒秘的所在。所以一个人行迄条路是真正危险。总是这个人为什么伫迄个时阵行迄条路？这个是真正要紧、高不离种的代志。所以行迄条路果然拄着贼，互拍到半小时。所以伫迄中间，耶稣讲有一个祭司对遐过了后。看呢，闪过，什么原因？因为伊可能要去耶路撒冷，要去圣殿做祭司。做祭司毋是每一个时阵拢做祭司，是伫圣殿轮值做祭司。所以伫圣殿中间有24班，一班2礼拜，有的是，所以安尼有超过24班，用24班来算。所以伫迄中间，因伫遐做服侍，爱念口的，所以用轮的啦。
所以这人要去圣殿服侍，伊若去摸到火，申命记讲什么？你若摸到火时，就是无清气。所以袂当入去圣殿做祭司，所以伊服侍上帝比服侍人搁较看重。所以就我若无去哦，迄块就是去用插去啊嘛，对无？所以伊闪过。另外一个，伊讲第二个是什么人？路人乙什么人？利未人。利未人看嘛对啊过，可能理由嘛共款，总是会记得这样。伊咧讲这两个人的事，是咧甲这个教法师讲这两个人的事，教法师甲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共党的你知无？拢利未族的，所以用这两个人在甲境界迄个教落来先生，一个听上帝，较听超过听人。合理嘛，对无？总是伫迄个时阵，迄个当下，伊安尼做的时，耶稣在甲伊警戒，袂当听迄个伫艰苦中间的百姓的人，敢若会晓服侍上帝。亲像圣经甲咱讲啥？讲，我有奉献哦，上帝哦，爸爸你的钱哦，我袂当甲你有效哦。圣经内底有一段是在讲这个故事。所以另外，伊讲最后另外一个路人丙哦，对遐过什么人？撒玛利亚人。你敢若伫这三个人的中间，对这个教导的先生，拢有非常的针对性。所以圣经对咱来讲，嘛有针对性，嘛是对咱有针对性。所以这第三个撒玛利亚人哦，你记得撒玛利亚人甲犹太人的关系是安怎？好无？敢好？咱去读圣经，会记得一项就是耶稣带学生经过撒玛利亚的城，撒玛利亚的境界，巴肚枵对无？所以伊学生甲耶稣讲啥？讲先生，你倒遮坐，伫咧井仔边对无？可能遐井仔边嘛有树仔较凉，所以伫迄个所在因就入去买食物，总是买食物倒转来时耶稣甲伊讲：“我已经食饱。”伫迄中间，这学生伫半路间拄到一个人，迄个人是啥物人？日中昼的时有一个负责人摕一个水盘，要到伫迄个井伫迄个所在要抢水，伫遐甲耶稣的对话。咱会记得这个故事无？耶稣甲伊讲：“请你水互我啉。”甲人讨物件的人是较弱势，你敢知？所以讲，你是犹太人，怎会甲我讨水咧？因为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是安怎？无往来啦，无交叉。伫尼希米倒来起圣殿的时，迄个撒玛利亚人嘛有迄款的背骨咧，然后伫迄个中间互以色列人甲伊摆脱。遐对巴比伦转来的百姓讲恁毋是上帝的百姓。恁是杂种的，因为因伫主前587年，犹太人受掠到伫巴比伦，到伫亚述的时阵因无受掠，有一部分人漏网之鱼，所以为了生存，甲当地人联婚。所以这犹太人看因是啥？是甲这拜偶像的人结婚了后，无清气的百姓，袂通诚做上帝的百姓，看因真无。所以伫迄中间耶稣用这个撒玛利亚人，在针对这个教落来先生，在甲伊讲，这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4项代志。圣经里也描写讲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迄种拍到半小时的人，第一个回应是啥？产生怜悯的心，有怜悯的心。总是有怜悯的心，咱常常嘛真侪感动嘛。看见人有啥物嘛感动，总是哎呦，我无识无识，太好去啊！咱的像拄着车祸时，你去甲伊斗下手死到怎啦？讲你甲弄着的，所以为着避免这款的困扰，有真侪人讲，虽然感觉哎呦有够可怜的，足想要活去，总是佫毋敢活去。总是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迄个拍到半死人，怜悯的心出现，所以。就有心对不？有心还没有尽，尽心是后壁，
所以看到迄个人了，伊落来摕酒甲伊清创，摕橄榄油甲伊甲伊抹咧，佮用衫吼立一条起来吼，甲伊扎咧，用橄榄油是隔绝避免感染。甲伊包咧了吼，佮这是尽力、尽伊的气力、尽伊会晓的，来帮助迄种拍到半小时的人。然后第三个叫做尽性，伊伊将伊所徛的炉吼，互迄个拍到半小时的人徛，然后伊就爱牵迄只炉。我到伫土耳其去看7间教会时，阮到伫一个所在吼，食中昼顿。听到迄个外口迄个铃铛的声哦，叮叮咚咚，叮叮咚咚哦，阮足好个咯，这什么声呢？较趣味安尼哦，走出去，原来只炉炉细细只尔，无悬。迄主人吼，甲伊颔棍吼，嘛夹一个迄款迄个铃铛，四支骹吼，骹肉的所在遐吼，嘛夹铃铛啦。所以你行路的时阵就叮叮咚咚嘛，对无？5个所在拢会叮叮咚咚嘛。咱读圣经拢知影，耶稣徛炉入耶路撒冷，总是毋捌看到炉拢对圣经也是迄个电视中间看到炉毋捌亲眼看到炉所以就足好个呢，就走去，要甲迄只炉翕相。表明讲我有看到炉总是阮这边watch去的时候，对餐厅内底忽然间，阮迄个导游，迄个土耳其的导游突然跳出来 ，Please don't。足歹哦，足大声哦，什么原因你敢知？叫阮唔通话，阮听一话，插一条哦，全停起来。原来是2礼拜前，有一个外国人游客，就是原来甲阮共阮好闲，我去要甲炉翕相的时候，迄炉有2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屁股就朝迄个迄个人去；第二个动作是啥？插落去。迄炉是对后壁插起咧，毋是像咱咧插头前的咱拢袂晓插后壁对吧？所以炉插落了，迄人死去。所以迄真危险，因为炉是真正惊青分的一种动物，毋是主人无度起来。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就爱去牵迄只炉迄个受伤的人才会通安全到伫客店。所以咧，尽性是改变伊的性格，改变伊的位格，对主人变做什么？变做萝卜。牵炉是萝卜的工课，伊对主人变萝卜。亲像比保罗讲什么？讲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总是为了疼世间人，伊家己谦卑卑微到亲像什么？萝卜的款式，佮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所以伫这中间，伊改变伊的身份，欢喜改变伊的身份，对人咧服侍，对人享受的，变做去帮助人一个萝卜的角色。然后到伫客店的时，伊甲迄个主人讲，叫医生来甲伊创了，然后摕2个囡仔互主人，客店的主人。若讲无够的时，我等下佫行李。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见伊尽心。伊有感动，然后有行动，所以尽心，然后尽力用伊所会晓的去帮助其他人。第三是什么？是改变伊的形象，对主人变做萝卜，是尽性，然后尽意，伊的心意是对头到落尾，迄个意志拢无变化。所以这是尽心、尽力、尽性，佮尽意。这描写这个你所看无起的这个人。伊所做的工课，拄是得到永远活的4个真正要紧的要素。所以伫这中间，我用这段圣经甲大家3个来分享。然后伫这中间最后，耶稣甲这个撒玛利亚人问一句话，讲什么人是这个互拍到半小时的人的厝边？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在问耶稣的是讲。什么人是我的厝边，对无？总是耶稣在问讲，什么人是互拍到半小时的人的厝边？
这两个问题，这两个疑问句问题的主角，迄个主词甲客词有共款无？拄啊颠倒变。咱拢会想，这是我好朋友家己搭下手，这是好厝边，若歹厝边，我就刷搬走尔嘛，对无？所以伫这中间迄个厝边会当家己建，总是耶稣在甲这个撒玛利亚人讲的是，在甲这个教法师讲的是是什么人是用拍甲半小时人的厝边？伊讲怜悯伊的就是，这个教法师也唔甘愿讲迄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讲三角色三种人种角色甲人种拢真清楚，总是伊袂瘾讲迄个撒玛利亚人。伊讲怜悯伊的就是。就是对这四个动作拢完成的人，迄个耶稣甲伊讲什么？你照安尼行，就得到永远了。所以这中间，咱看见圣经咧，甲咱讲这个时咱要另外一个经节，迄个伫马太福音书25章30到30讲，耶稣在甲遐个义人，得到永远活的人讲什么？讲你人得到永远活，是因为我腰恁互我食，我喙焦。恁互我啉，这是肉体的需要。亲像我因为食迄个感冒的药所以脑真大，所以我就爱准备一罐水。所以这是身躯的需求。咱另外伊讲什么？伊讲我做人客是恁互我带，这是安全的需求，安全的需要，安全的需要。我无衫通穿的是恁互我穿。你就去想到圣经咧耶稣讲的故事中间，迄个浪子回头有无？回头的时，老爸用该摕互伊什么衫通穿？上水的迄领，所以互伊恢复伊的身份，表示伊的尊荣啦，伊的尊严。所以这是种心理的，这是心理的要求的需要。第三项，伊讲。我破病时，恁来看过我；一个更较困难的，我伫家呢，恁来看我。破病甲关家，这两样代志拢甲罪有关。伫犹太人的信仰的中间，破病甲罪绝对有关系。今仔日咱知影有真侪破病，其实嘛甲罪有关系。罪嘛有当时产生破病的结果。所以这中间咱看见，这是灵性的要求。这三项要求，都是伫要求对策所得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咱有真紧，我过去，咱有慈物银行，这帮助两个迄个饥饿小学堂做客服班，甲迄个弱势家庭的物资的供给。另外咱嘛，伫这中间咱台湾中会伫新社，毋知你捌去新社的看会无？台中新社排湾伫倒呀？屏东呢？排湾中会是屏东，为什么你新社有教会？因为有30几个人刷到伫新社伫遐帮人种香菇，所以呢，中会派一个传道师来牧养因的会友，所以成立一间教会，相对弱势对无？所以伫中间帮助这间学校、这间教会成立一个小学堂。还有一个新德中会嘛，原住民的迄个平埔族的教会泰安教会。另外咱有做志工训练，这志工训练咱一直拢甲平安基金会、总会平安基金会三甲合作。今年的训练就是后个月那定，后个月初9到16到23到23，后个月的第2礼拜到第3礼拜拜六啦吼。我问咱人较侪人参加，这基督精兵的训练是政府认证的，所以这中间咱嘛唔拿呢，就是咱嘛甲马街护专，这做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这重新建立迄个 database， 就是资料库，志工的资料库。咱另外咱伫志工训练的中间，咱有分做南部甲北部。第4项，咱咧做一个危机灾难悲伤辅导甲灵性关怀。这是8水灾了后，
我看见我训练建立的志工，因为我伫福利会12档的中间，隆重训练5000几个志工，只有4000个左右领到迄个证书。唔知恁中间有参加这个训练的举手？哦，后面人对了哦。所以伫这中间，迄个为什么有将近几千人无证书？你敢知？因为当时的要求是缺一不可，欠一科就袂当摕到证书。啊，你来补课才有。所以迄中间真严，因为要做志工，若袂当受这个最基本的训练的要求，要来去做志工。何况我是搁做基督精兵，所以这中间咱这个，我伫救灾中间，我看到讲有热诚、有疼心，到伫灾区的所在结果问迄个灾民讲，我医生啊，你有啥物损失无？迄医生剃头，伫遐吐气的时讲，有啊，我厝都去互土就流去啊，然后迄个阮某走袂赴嘛对去啊，可能这个当工错一条唔知要讲啥物，无讲佫怪怪，要讲话佫唔知要安怎讲，所以问伊一句讲，你有足伤心无？咱拢会笑着无？总是恁甲灾区的时，可能你嘛会亲像伊安尼因为无专业的训练，所以我第2档2011年开始做这个训练，一直到今仔日。所以这个训练是今年的6月、7月、8月，每一个月这3个月中间，上尾啊拜1到拜3，所以咱在座学生也是在关怀当中，毋茫拢会人来参加这个训练。伫双连教会7月是伫真爱教会，所以拢是咱台北市，所以毋茫咱会人3个来学习。这是你训练中间的相片。最后一个真正要紧的肉体德，咱最近甲中兴大学伫3年前，甲中兴大学正式签约，就是咱这幺五对策的单位，这国家各国的幺五对策，因写农业计划，然后推荐学生来中兴大学读农业。总是因读农业了后，学成了后，摕到学位了后，一定要做阵到人的国家参与伫迄个计划，成做迄个国家的农业的经济。咱农耕队真用着无？总是断到了就无去啊。所以咱若会人训练迄个经济，做阵到遐，因会人帮赞咱，互人知影台湾。真侪人我叫到伫非洲的时，拢问 Where is Taiwan？Where is Taiwan？ 我来解说半步，再甲中国牵入来，讲你知影中国无？用知啊！阮中国迄隔一条大水沟迄台湾海峡一个海峡的所在，迄隔壁有一个小小的岛，阮就是迄台湾。伊继续问台湾，我讲你敢知影你的手机70%迄个semiconductor是台湾生产的呢？大家拢毋知影，所以其实来台湾了，伊才讲哇，台湾无共款。有一个迦南的牧师，我鼓励来读博士班，所以伊来读入来到伫机场入来了拄着我就一直甲讲，哇，台湾，哇，台湾。你知影伊的意思是啥物？台湾在这里好啦，高速公路嘛，哇，台湾。我带到倒去嘛，哇，台湾，所以表示足欣赏这个所在，伊了解这个所在，所以咱人透过安尼帮赞这学生，帮赞迄个国家，帮赞因会通发展农业。所以目前即摆咱拢总有6个学生伫中兴大学，一个博士班对加拿大，2个硕士班对甘比亚，3个狮子山共和国的迄个大学生。今年那顺序有一个马拉维，咱姊妹教会的一个青年，甲一个狮子山的硕士班，就要来台湾。所以咱有伫迄个中间，咱嘛提供台湾的学生，有10个名额，有5个名额伫中兴大学，5个名额咱总会的在地学生的奖学金。所以咱目前有10个囡仔，10个台湾学生参与这条底啊。所以我甲因成立一个叫做台湾 Agriculture Scholarship Project， 所以简称是 TASP。TASP 的 fellowship 就是团契。伫这中间有国际学生嘛参与内底，在地的福音教会青年嘛参与伫这内底。所以伫这中间，这是迄个爱去做
访视，所以我会去非洲的原因是这。虽然来坐27点钟起码的飞机，总是你若要去看计划，敢若看伊的 paper 吼，其实是无路用。所以伫迄中间看伊需要欠缺什么，要安怎解决，会当帮助因。这是我看伊去因的做家庭访问，这学生的家庭去做访问。咱暑假毋茫会人有派志工队，然后咱这龙来源的学生国外的救援，咱今日嘛开始来为着泰国的地动开始做募集的工作，咱嘛帮助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这简单的工作。另外，咱一个社会事业，我特别爱讲一个辣木计划。第二个辣木计划对无？因为辣木拢总有37种的氨基酸叶啊。所以人体所需要43种，若搁加6种落去了后，甲伊磨到变做亲像牛奶粉，无有纤维。因为要互红婴仔啉，你若有纤维会扎着对无？所以就是要做迄个奶粉的替代品，婴幼儿奶粉，甚至是孕妇的奶粉替代品。这今年开始启动，就是由中原大学的营养所甲亚洲蔬菜研究中心。伫简化迄个亚蔬，甲咱，搁即摆有业者做入来，所以产官学做伙来研究，甲即个物件研究好势了后，对非洲这12个红婴仔，的确有大的帮助。所以这是咱伫咧对策的中间所做的工作。所以伫这中间，我嘛欢迎咱兄弟姊妹来成做患难者的厝边，成做患难者的厝边。所以伫咱中间，伫后壁有迄个咱只有在做的时间的简介，伫咧白色的这边。后壁嘛有信用卡授权书啦，咱的防险底下贴开嘛是信用卡授权书。我问咱会通有人登记欢喜小额捐款拢没关系，会当互这个机构、这个时间会当稳定来发展。因为一次的募款，明年搁来，可能有人是讲搁来，看到我拢会惊。总是你若写迄个授权书的是对遮的学生来讲，因伫遮可能有4档，有的是2档，有的3档，所以毋是一遍就解决。咱会通小额捐款，对这个时间的持续性有大的帮助。所以这个所在嘛用安尼简单来报告，原来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亲像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诚侪互拍到半小时的人。会厝边三下头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对你领受侪侪恩典，侪侪恩惠，互阮逐项教育。虽然有当时阮感觉欠缺，总是若看见遐个比阮更较欠缺送香的人、邀约的人，阮的心，阮就搁一遍得到激励。恳求你的神帮助阮，用感谢的心，用实际的行动。来诚侪因的厝边，伫你面前，阮将淡水教会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你继续施恩赐福，带领适当的传教者，伫这个所在来带这间有历史的教会，来继续创造水的历史。伫你面前，阮安尼感恩恳求交托，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